今日要教大家面拉訓練 ，Let's go！ 呢個動作主要係針對上背肌同埋肩部肌肉嘅訓練。雙手握住阻力帶嘅兩端，將阻力帶向面部方向拉，手踭向後同向上移動，保持上背挺直。當雙手貼近面部時，稍作停留，然後慢慢返回開始位置。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頭先做得唔錯喎，記住睇埋其他影片 ，follow 我哋仲可以獲得最新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